2014年7月7號 Mark 投資攻略。我哋睇翻整體金融市場咧，喺過去嗰個零禮拜咧，基本上大家繼續關注嘅焦點啦，係央行嘅動作。咁其中即係美國聯儲局方面咧，似乎大家都會關心咧，包括係嚟緊公佈嘅議息會議嘅記錄裏邊，會唔會反映出咧係隨住個經濟嘅增長啊，各方面嘅數據繼續係向好嘅時候咧，有機會要提早加息。咁我相信從字裏行間甚至係央行官員嗰個言論咧，投資者都會係特別關注呢一點。究竟加息嘅嗰個時間表咧，會唔會係可以再提早些少？咁呢個係影響咗投資者嗰個決定嘅。畢竟喺過去一段時間，我哋見到咧美股咧係持續向上啦。咁呢方面咧係有機會借住即係比較明顯啲加息提早呢個消息或者呢個主題咧，係有可能係令到個美股咧由個高位嗰度回落嘅。咁而另一方面咧，要留意咧就係整體金融市場上邊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比較明顯地咧，央行嘅動作咧，似乎都係建基於佢本身當地嘅經濟咧，多過話係從整體即係環球市場咧嗰個投資者嘅情緒咧嗰個期望管理嗰方面着手嘅。咁就例如咧，我哋見得到美國聯儲局嗰個主席咧耶倫咧出嚟嘅講話咧，對於究竟央行會唔會需要就住市場嘅睇法而去改變一啲做法咧，佢個答案咧係否定嘅。咁唯一係有少少例外咧，就係澳洲央行嗰方面嗰個行長咧，咁係出嚟講話咧，係對於大家要做一個期望管理係關於澳洲紙咧有可能個匯價咧，佢覺得係人為地咧係偏高。咁而喺呢個咁嘅説話底下咧，我哋唔會覺得好出奇啦。係即係商品貨幣咧，有可能短期嚟講都會係面對比較明顯受壓。無論澳紐加元咧都有咁嘅情況。咁短期嚟講可以避一避先嘅。咁至於你話同樣係匯市裏邊咧，我諗暫時比較強勢咧，始終都係英鎊啦。咁我見得到喺短期嚟講，有可能大家會借住跟住落嚟咧，央行嘅一啲動作咧，係再將英鎊嘅匯價推高少少。呢個係短期裏邊比較明顯啲喺匯市見到嘅機會。咁除咗美股啱提到有可能有高位回落，同埋係英鎊咧有可能做好啦，而呢個商品貨幣咧係有可能做淡之外咧，金價方面我哋見得到咧，由於過去嗰一段時間咧，美國經濟增長個速度咧有可能係即係雖然大家個前景展望咧未必話真係十分樂觀，咁但係咧係退市嘅步伐依然之下咧，亦都係隨住啲數據出嚟唔錯咧，有可能增加嗰個加息嗰個速度嘅。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係難免係會困擾金價嗰個短期嘅走勢。咁但係我哋要即係小心留意咧，嚟緊咧聯儲局嘅一啲議息會議記錄啊，或者相關官員出嚟嘅講話。咁短期嚟睇咧，我相信仍然嘅金價咧有機會咧慢慢逐步向上移啦。咁上到譬如1335附近啲水平咧，係短線嘅目標。咁如果調翻轉頭咧，係穿1308附近咧，其實都可以做個指示先。咁除非就係喺央行嘅一啲言論或者公佈之後，有比較明顯啲做一個向上嘅推動啦，例如上翻1325附近啲水平啦，否則嘅話咧，暫時都係依計行事咧，用翻呢個原本嘅計劃咧，係會比較好少少。咁至於油價方面，我相信咧，關於地緣政治嘅問題咧，應該大致上已經係消化咗。咁相對嚟講喺高位嗰度咧，係過去幾個禮拜開始慢慢見到受壓啦。我相信短期咧仍然係會延續住呢種高位受壓嘅跡象。咁講翻即係本身香港呢邊嗰個股市咧，有幾大嘅機會咧，我哋見得到喺上半年咧，佢個波幅收窄嘅情況咧，其實只不過係延續緊過去嗰幾年咧，由2010年嘅情況開始。坦白講咧，成個大嘅周期好清楚啦。2006年、07年咧係一個上升嘅一個狂潮，咁去到08年咧係一個財富蒸發期啦，金融海嘯。2009年咧係各地嘅央行咧為咗去支持嘅經濟咧係做一啲非常時期、非常手段，而10年打後咧基本上就係回應緊呢個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嘅一個消化期嚟㗎。咁喺恒生指數我哋見得到港股上邊咧，喺2010年做個高位出嚟咧24988啦，去到2011年咧做個低位16170之後咧，基本上就係
呢個波幅區間之內，甚至咧我哋睇到高位係逐漸向下移，嘅低位逐漸向上移。咁喺大體上面，我哋見到過去嗰幾年咧個波幅越嚟越收窄咧，同呢個形勢咧係相當吻合嘅。咁值得比較樂觀嘅地方咧，就係個低位向上移嘅速度咧係相對快，而高位咧大致上仍然係維持喺24,988啦，甚至24,112呢個咧就喺舊年啦12月2號見過高位嚟嘅。咁如果用呢個速度去推算咧，其實去到近期咧有所突破係好合理。咁所以經過咗上半年嘅悶局之後咧，有可能港股咧喺下半年咧會做翻好啲。咁當然即係要逐步先睇，即係暫時我哋睇得到咧，喺7月咧第一個交易日咧係重新上翻去呢個舊年12月個高位咧。今年1月2號嗰時嘅高位咧係23469啦，咁我相信下一步咧就睇翻舊年12月個高位24112，咁逐步向上望，咁我相信今個月之內咧可以見得到。如果再要睇遠少少咧，其實就已經係睇24988，咁有可能行晒成個動作呢一次，咁由2010年見過呢個高位，到今年咧先至係正式見多一次，咁有可能係咁嘅狀態。咁短期嚟講咧，會借住內地政策上邊咧係一啲財政政策，譬如係基建項目嗰方面咧，係會比較明顯啲咧，有呢啲受惠嘅板塊㗎。咁基建鐵路股啦，咁甚至係咧內房股啦，我相信短期都會有所反彈。咁但係整體上面嘅指數有可能喺23,500點附近咧徘徊，先行整固嘅投資者咧嗰個入市嘅意欲咧，雖然喺上個禮拜我哋見得到咧係有所增加，咁但係到今個禮拜我相信咧又會暫時淡靜翻少少，咁整體上邊都係慢慢向上升嘅格局嚟嘅。